國際形勢就日趨複雜啦，咁亦都係地緣政治咧越嚟越撲朔迷離啦。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生效實施之後咧，離岸貿易嘅應用場景咧亦都增加咗。關於具體建議方面咧，其實有4點嘅。我哋嗰18個自貿區裏邊咧，加埋呢個海南自貿區裏邊咧，去試行一啲更加自由開放同埋呢個寬鬆便利嘅措施啊。咁例如考慮減少同免除呢個外幣存款嘅準備金啦，降低甚至乎係取消一啲同呢個離岸國際貿易相關嘅一啲稅收啦，包括呢個所得稅啊、預扣稅啊、利息稅啊、印花稅等等，比較上可行嘅話咧，就可以係全國去採用啦，不同嘅地方都可以採用啦。要建立一個離岸貿易企業嘅白名單，支持到銀行咧為一啲誠實合規嘅企業咧建立一個新型嘅離岸國際貿易體系嘅，亦都係可以提供一啲跨境資金嘅結算便利。咁第二咧就係要健全呢個離岸貿易風險嘅防控機制，同埋呢個建設一個全鏈條嘅監管體系。國際做生意就唔係國內做生意，個風險係相當大嘅，需要一啲專門嘅監管措施。我哋應該係充分利用科技去追溯整個貿易過程啦，去剖析佢嗰個貿易鏈啦嚇。數碼時代咧，咁其實有好多五花八門嘅不同形式嘅虛假貿易。企業啊同行業咧，佢哋嘅因為個資源有限咧，佢係好難係做到係完全掌握呢啲風險。國家可以考慮向呢啲企業同行業咧提供一個風險嘅資訊啦，同埋一啲典型嘅應對方案啦。第三咧就係我建議咧，其實國家應該加強呢個對呢個離岸貿易中介商嘅引進同管理嚇，可以管理整合同埋呢個優化整條供應鏈嘅。第四咧就係要發揮香港嘅作用啦嚇，咁運用香港嘅離岸貿易跨國供應鏈嘅管理。我哋有普通法制度啦，咁呢個係比較喺國際上咧能夠接受嘅一個法統啦嚇。我哋亦都係國際金融、航運同埋貿易中心啦嚇。咁我哋係可以提供到非常高質素嘅專業服務嘅。咁係香港而家政府係已經表明咗，我哋要構建一個供應鏈嘅管理中心。咁其實呢啲都係再加上我哋嘅專業服務嘅優勢咧，呢個仲裁服務嘅優勢咧等等，即係比較上大規模走出去嘅企業喺香港成立佢哋嘅區域嘅總部啦嚇。國際貿易嘅供應鏈咧，其實就講緊企業嘅貨品走出去咯。咁其實呢個嚟講係有利國家企業走出去嘅。